Hello， 咁多位街坊老友記，我係食玩假期導遊小明。正所謂旅遊跟食玩，靚仔行程都任你揀。今日介紹呢個新行程，肇慶廣府彩燈嘉年華。我哋呢個團入住肇慶星酒店，位於肇慶市中心區，樓下行街宵夜、商場購物、唱 K 一應俱全。酒店側邊肇慶七星岩南門牌坊廣場。葉劍英元帥曾經參觀肇慶七星岩，都感嘆珊瑚秀麗，仿如人間仙境，並作詩借得西湖水一環，更宜陽朔七堆山，堤邊天上絲絲柳，畫幅長流天地間。依家3、4月份正係春暖花開嘅好時節，而團餐方面，我哋先安排咗灌湯鮑魚燒鵝加台山黃鱔飯。脆皮燒鵝入邊索滿燒鵝汁嘅鮑魚，加埋靚台山絲苗米煲嘅黃鱔飯，大家要跟團試下啦！特別安排星酒店海鮮自助晚餐，各式刺身、熟食、煎扒等等，啱晒鍾意食 buffet 嘅你哋。行程方面，安排有肇慶百年騎樓步行街，行程重頭戲，咁梗係重本包入場，肇慶首屆廣府彩燈嘉年華啦！沉浸式體驗遊園燈會，第二日仲安排遊船仙女湖濕地公園，同埋食正宗肇慶果蒸粽。2日住5星，跟團食得好，住得好，行程充實又好玩，團費只係需要499咋。大家快啲嚟報名啦！我哋嘅報名熱線37213211。